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6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8篇，约珥书第2章18节到28节，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袂捌看见。咱牧师伫这个圣神降临节的主日信息中间，用看见来甲兄弟姊妹分享。前几个礼拜，咱连续用眼光、用意象来甲兄弟姊妹三个勉励。当咱伫信仰生活中间，伫教会生活中间，必须要用无同款的眼光来看，才会当看见上帝透过意象所要显明伊的旨意。当咱有无同款的眼界以后，咱就必定会通看见以前毋捌看过的景象。因为咱安尼才会通有信心来面对未知的未来，并且勇敢往前。约珥书第2章18节到28节记载着迄一群原本失去信心、毋茫的以色列人，因伫领受着圣神的充满了后，就会通有无同款的眼界来看见，来领受异象，做异梦。迄时，上主会亲亲来疼惜伊的土地，疼惜伊人民，伊的子民。上主应伊的子民讲：我要使恁五国新酒甲新油，互恁心满意足。我袂阁互恁受列国的凌辱。我要互北方来的军队离开恁远远。甲因赶去抗旱爬远的地，前队赶入东边的死海，后队赶入西边的地中海。因的尸体会歹味呛悬，臭味冲天。确实，上主有完成这的大代志。土地毋免惊，着欢喜快乐。上主确实有做大代志，田野的鸟兽毋免惊，因为旷野的草埔变青水，树木结果子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拢结真济的果子。惜安的子民恁着欢喜，着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快乐。伊照时落秋天的雨互恁，甲以前同款，佮甲恁落秋林。春林秋雨，五谷场有满满的五谷，酒窟有新酒，酒窟有新酒满出来。我派来恁遮的一群搁一群的草蜢大军，草蜢囝，草蜢公甲大只的草蜢。阮阿年甲恁食去的农作物，我拢要补偿恁。恁有真济通食，食到饱。佮会称赞上主恁上帝的名，因为伊为着恁做奇妙的事，我的子民永远袂阁失败见效。恁就会知我伫以色列中间，佮知只有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以外无有别个，我的子民永远袂阁失败见效。以后我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互所有的人。恁的囝、查某囝会讲预言，恁的老人会做梦，少年人会看见异象。过去毋捌看见的，现在会通看见，就是因为有着上帝特别的眼光，领受着上帝圣神的启示，看见着上帝的异象，明白着上帝的旨意。因为保罗也安尼来甲哥林多教会基督徒讲，上帝因为疼伊所疼惜的人，就互因看见未看过的事，听见未捌听见的事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1节安尼讲，兄弟姊妹我以前去恁遐
不时用水的言辞，还是智慧来宣讲上帝的奥秘。因为我决定伫恁中间，什么拢毋讲，只有要讲耶稣基督以及伊受定死伫十字架的事。我伫恁遐时软弱，搁惊甲皮皮喘。我所讲的、所宣讲的信息，拢无用巧妙智慧的言辞，是靠着上帝的神大气力来证实。是要互恁的信仰，毋是靠人的智慧，是靠上帝的大能力。虽然我是安尼，对遐的灵性成熟的人，我嘛有讲智慧。毋过，毋是即世间的智慧，嘛毋是即世间注定会失败的统治者的智慧。我所讲的是上帝奥妙的智慧，对人是温密的，是上帝为着要互咱得到的荣光。伫创世以前就先决定的，即世间的统治者无一个人捌即个智慧，因若捌就袂将荣耀的主定死伫十字架。圣经所记载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是目睭未捌看过，耳孔未捌听见的，毋是捌有人想过。毋过，上帝已经通过圣神将这的事对咱启示。圣神彻底知万事，只有上帝深深的旨意嘛知。只有人家己内面的神才知家己的事。亲像安尼，只有上帝的神才知影上帝的事。诗篇48篇第甲第章万物拢属上主，世界甲踮伫遐的画面嘛拢属伊。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，将地基下伫深海。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？就是手清气、心纯洁、无拜偶像、无随便酒抓的人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，上主拯救伊，宣判伊无罪。这款人追求上主，到雅各的上帝面前来朝见伊。啥门啊，着拍开；永远的门啊，着大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么人？是强佮勇的上主，伊是战百姓的上主。啥门啊，着拍开；永远的门啊，着大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么人？是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伊是荣耀的君王。感谢主的大恩典，互阮会当领受圣神，佮有上帝的眼目，通好看见真正未捌看过的事，佮较有信心来跟对上帝的脚步同行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